Hi， 大家好，我係中原訓練學院嘅 Nick Wong。今集係執業通告系列嘅最後一集，會同大家講下收購舊樓單位呢份執業通告喺考試上面有3大重點需要大家記住嘅。持牌人喺接觸舊樓單位業主嘅時候，如果同時代表或者將會同時代表買賣雙方，就需要盡早表明係雙方代表嘅身份，以及同佢哋簽署地產代理協議，即係同業主簽署表格3，同買家簽署表格4。考試有機會出現嘅係問大家喺收購舊樓單位嘅時候，需唔需要同業主以及買家簽署地產代理協議？大家要記住啊，係需要嘅。而喺收購舊樓單位嘅過程入面，如果持牌人可能有利益衝突或者有潛在嘅利益衝突，例如買家係持牌人本人，又或者買家係持牌人所任職嘅地產代理公司，甚至乎買家係持牌人所擁有實益權益嘅公司。如果係啱啱所講過嘅情況，就需要全面咁披露俾業主知道㗎啦。持牌人喺遊說舊樓單位業主出售物業或者商討出售物業條件嘅時候，要向對方清楚咁解釋所有擬定嘅條款以及條件。記住啦，唔可以向業主施加任何不當嘅影響，更加唔可以用任何嘅方式去滋擾對方或者使用不當嘅手段。咁乜嘢叫做不當嘅手段呢？例如半夜3更不斷咁打電話俾個業主騷擾佢，令到佢覺得煩而迫使佢盡快咁出售呢個物業。如果業主係長者嘅話，持牌人仲要以書面嘅形式建議佢哋進行商議出售物業嘅時候，應該由家人或者係近親陪同，除非呢位長者業主明確咁表示係唔需要屋企人嘅陪同啦。如果唔係嘅話，持牌人係唔可以同呢位長者業主就收購舊樓單位嘅買賣進行任何嘅商議。如果業主表示想揾其他人代佢去處理放售嘅事，持牌人應該建議佢哋尋求法律意見。大家要記住啦，係唔應該安排業主授權持牌人或者係準買家幫佢哋處理單位出售嘅事宜。除非持牌人已經向業主清楚解釋有關臨約或者其他文件嘅所有條款，而且建議業主尋求法律意見。喺臨約上面嘅所有空格，例如訂約方、價格、其他買賣條款等，亦都已經填寫好，以及呢份臨約已經由買家簽署，否則持牌人係唔可以安排業主簽署臨約嘅。喺考試上面都有問過關於臨約嘅日期，大家要記住啦。臨約嘅日期必須係業主簽署當日嘅日期，而且係簽署臨約以及其他文件之後，盡快向業主提供有關文件嘅副本。最後講多一個喺考試都有問過嘅內容，就係某個持牌人喺未得到業主嘅同意之下，私自喺準備收購目標大廈張貼海報。大家記住啦，咁樣已經係違反咗有關嘅規例。持牌人喺未經業主或者係被收購樓宇其他業主嘅書面許可，唔可以喺樓宇張貼任何關於收購嗰棟樓宇單位嘅橫額、告示板、海報或者其他物件。以上就係有關收購舊樓單位嘅執業通告考試重點。喺結束之前，戴翻個頭盔先。目前生效緊嘅執業通告都有可能喺考試上面出現嘅。如果有時間嘅話，建議大家都去睇下。當然啦，考試焦點仍然都係落喺我哋呢幾集同大家重點分析過嘅執業通告上面。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想緊貼我哋中原訓練學院嘅考牌 tips，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